3年前重新组织以来，无论是成员还是聚会，渐渐拢行更较活泼、更多元的方式。虽然阮团体名号做夫妇团体，总是实际上有真侪聚会，阮是用家庭来做单位来参与。阮五望团体若是陪伴夫妻两人的团体，上时也是当陪伴家庭甲个人的团体。夫妇团体有3个小组，第一是德性小组，主要是台语礼拜的成员，组长是长青执事。第二是雅歌小组，主要是华语礼拜有在校囡仔的成员，组长是家珍长老娘。第三是新成立的福义小组，也是华语礼拜的成员为主，组长是春青执事。下面有一段影片介绍阮今年所做的各项事工，请咱做伙来看。今年虽然疫情的关系，有的聚会形式必须调整，总是感谢上帝带领教会长职甲会友的支持，尽同工的努力，互夫团体当继续来成长。阮邀请认同夫团体兄姐加入阮的行列，也请各位兄姐继续为夫团体关心来祷告。